啊，你家啦？哎，哦，17、18、19、20，有影对。拢你家，拢你家。这17世纪，这就迄荷兰人的时阵啊。啊，4、8年前。对，你讲看。17应该拢还未消息嘞。对啊，因为海还未消息。过海嘛。伊讲有。对，哦。溪流的迄个山。山对吧？啊，所以讲这土地比搁较济啊，啊海比较细啊，有无？嘿。有无？你看。有嘞，有差。嘿啊，差足济呢。19。十文溪。大雨，咱愈细啊。对啊，你看看，就个有影尔。你看，伊完全就是像咱那尔呢。嘿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吧？我看。嘿，这是。十文溪嘛是十文溪哦。我即马这海已经差不多消失啦，都差敢剩这尔。安尼我知影，我有答嘛。好，老师。老师，这。老师，我有答嘛。是。敢是即个因为土沙吼，安尼就是愈来即个愈来愈济吼，安尼拢截掉的，安尼所以讲土地变济啊，所以讲就变做讲迄海就消失啦，敢是？而且，补充一下哦，而且敢是因为迄十文溪有迄青梅蛇，吼对无？啊，甲冲的足大条的，就迄全部拢安尼，对，一积起来。对，这有下，还青米抓鸡啊。差不多是安尼意思，差不多意思差不多安尼意思。安尼算对。我再补充一寡啦吼，又是对十文溪的溪头，吼啊了遐个土石啊、了水这个冲落，造成甲规个内海消失的安尼结果啦。了解。我拄好平常时我就定接触着水的物件。比如讲表演也是，博物馆内底也是，所以讲我特别若听到这块故事，我就感觉足趣味的。啊，不过这倒落来，我就发现讲，其实历史和这个内海的演变，其实有足大的关联。人大江内海是安尼愈来愈不啊，阮吼会，知影的代志安尼愈变愈大。我家己感觉大江内海的演变，其实会当代表。台湾这400年以来的演变。恭喜恁这道的问题都正确啊！好，是啊，恭喜哦！恭喜！下次我甲你讲，我先讲的，所以讲我甲你讲，是因为我后壁有补充。来啊！对我讲，我先讲的是。我感觉应该是讲吼，我会是对。无，我甲你讲。来看者。来，坐船游内海为节，食航鹅啊！咱要去坐船？要食航鹅啊！要去坐船？要食航鹅啊！我想要坐船。我食航鹅。大江内海讲要坐船啊，船敢有？而且看起来无啥物人呢。嘿啊。嘿啊。啊，对这老师讲这是秘境。对啦。有影一只呢。一只。紧扫。我扫一。哇，咱走到遮来呢吼。看卖哦。敢有？有来。来。伫台湾上西边的国姓灯塔、旧内海的七股、甲十文溪出海口。这啦，这应该就是这个内海的七股，和十文溪出海到这。有啦，你甲看遐一支安尼叉遐，迄有鹅啊。对啦，这拢鹅啊。过来，这连沙。连沙哦。关注。七股的黄送啦，黄送。系啊，咱去内底找啦。来，谢你哦。我讲话唔知伊会紧张吼。敢是黄送？你好，我是阿良。我是阿勇。听讲遮有会当坐白啊，会当游咱这个内海的款的吼。无啦，我平常时无咧载人客出来佚佗的。啊，是讲我今仔拄好天气袂歹，啊无我出来顺只鹅啊，我想说载恁出来看看。安尼好啊，那安尼咱要安怎做？无，你帮我甲遮个工具，咱先搬开摆下顶。我带你载恁出来安尼。好啊。这看起来最特别的。够厉害呢，这样变鱼啊呢。哇！我头一摆坐白啊呢。我嘛是。
安尼嘛正是有出海哦，出海，出台港来海。这出台港来海哦。你看呀，你看呀，你看呀，迄就是蚵仔对无？这应该就是啦，安尼一支一支安尼吐着。海印。哦，破开风影呢。哇！这个所在就是咱七股的大草沟。是。嘿，伊其实嘛是咱台江内海算一个遗迹。这个大草沟特别的所在就是讲，伊两边拢有连接着外口的海域，北边迄边是连接着咱七股的下湖。嘿，伫南边这个水门遮连着迄个十门溪出海口，这个所在伊边仔两边差不多9000家的9000公顷的温啊，拢爱靠这条迄个大草沟来供应着咱养殖的时阵的海水。哦，安尼足重要的呢。嘿，对，就是因为遮流水稳定，营养分嘛真稳定，所以讲非常适合来饲蚵仔。这个大草沟内底有20-30个迄渔民在咧饲蚵仔。所以讲是亲像安尼算一倍安尼，敢是？嘿，对，安尼算一倍。安尼算一倍。所以嘛有其他的人诶，嘛伫遮。嘿，其他人嘛伫遮。安尼来认得出来，这一个是啥？对啊，你来认得出来。收唔到就互咩？哦，嘿，对，安尼就知，用没就知影。哇，嘿，伫遮。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，所以拢家己用诶。拢爱家己用，这条啊拢爱一支用钢推啊constru的。哦，钢推啊constru。嘿，钢推啊constru的。哦。啊，不过这支无足长诶，因为若照你安尼讲，你就是讲海底拢足深诶啊。系啊系啊，迄一支拢差不多5-6米。哇，这是咩来讲？这是这要用钢来就出贵气啊呢。哇，系啊，我安尼用钢诶。这是真正是真功夫呢。在你出来说啊，为着表示恁的诚意吼，你嘛是爱帮我做一下工课安尼。阮两个拢爱落。恁两个拢爱落。阮两通常做蚵仔爱两个人。是哦。嘿，对，安尼会配合会较紧。我今仔来教恁安怎做啊，看恁表演安尼。对，啊，咱偷蚵仔的时阵，这蚵仔咱来看一条一条，伊咱拢一条一条。哦，一条一条线啊，伊顶管绑伫蚵边仔顶管，伊拢是绑外界，所以讲咱看这蚵仔头，咱甲伊扭起来，扭起来了，胃会再关起来。哦！哇！哦，这济粒无？安尼一罐这济粒无？哎，你这大了呢？系啊，我头一届伫现场看到这济蚵仔安尼。哇！啊，咱这大概吼，这大概若要收蚵仔进前吼，然后我先灌几罐啊，开始试看卖，甲我看卖内底蚵肉是毋是有肥有水。啊，若是讲吼，咱看起来若是袂歹，话几平蚵仔其实大部分拢会生到差不多这个肥度。哇！哦，这大了呢。蚵仔较有肥，就是看伊这个度，伊的卵拢会伫真内底。嘿，啊，咱食蚵仔伊的甜味拢是按这个所在来的。嘿，所以就讲这个所在若是有饱的话，有饱水的话吼，所以这个所在安尼就代表这边蚵仔是有肥的。所以讲咱即马就是吼，那个经一条线，敢是？嘿，对。好，爱说你哦。这里。哎，无啥共款的。我这世人，也唔捌坐伫海顶管。海水顶管就是这边。哇！哦！哦！感受者，安怎？这款？真赞呢！真赞哦！其实真赞呢。系啊。就是了，甲海印共款一下。是啊咧。好哦，我来啊。咱找蚵仔头。是爱甲拍互开是无？对啊，你头开啊，你头开啊。哟，好起。有啊嘛，到扭起来。原来无是讲拖油呢。来，我给你。等下，我会使。好啊，我是讲要甲你斗三工，结果伊要家己来。哦，哇！好啊，还是。哦，对哦。哎，没吧？你大海。你搞感觉我咧地，我是。你先挂头的地位啦。我真歹势。头家歹势啊，阮小妹哦，伊。我知影，你都去楼骹无？还是伊叫我3工直接做头。无问题，送你拢袂要紧，送你拢袂要紧。好啦，搁一罐啦，搁一罐啦。搁看卖。我会使。哎，我看着啊。哎，安怎？这条。等下，我开始，我真正慢慢啦，我慢慢啦。我500啦哈。系啊。哎，这条蚵仔就生得真水。耶。哦，水啦。哦。这有一罐，哦，这罐重哦。不然。
细粒哦，你细粒你唔通像我头拄安尼共款。现在会滚啦，会滚啦，哦，就哎，较细粒，手大，等下，好重诶，我摇，哎，你这我坐袂起来，真的，你我多吧，真正有大，有当诶，你真正有肥的啊！等下啊，等下，来，无简单呢，无简单，对，真正无简单呢。我卡去搞你，我去搞着你，我是我都惊你夹人迄饼安尼贵的，敢跳，头家店呐是贵的，够目屎我跟你讲。秀，真冷对无？还这边诶，你真较细粒的，拜托。咸啊，我头都无呀。定有诶代志啦，你定有诶代志，定有诶，嘿。好，你上次拢体验到啊？我来弄更深度体验。哦，这就是咱对只所掠起来蚵仔呢。嘿，对。哇，看起来就哦，一不然一变的啊，开啊。你地针诶，开啊，安尼就会使啊？嘿，安尼就会使啊。你巴丁呢？有够巴丁的呢？足贵的呢。系啊，你我要开啊，唔够开袂起。你开袂起。自己个吧。好，来。开这蚵仔有一个美感，就是出力，出力就会使啊。我来。头较巴。真正拄只，就讲真正有啥物我无做到的有无？我无出来，好，感觉伊一个色。哇！哦！哎，这只嘛足肥呢。系啊。哎，足甜诶。你啊，我讲啊。哦。真正是很老啊呢。有青只还着袂是讲外口食着有可能臭臭味。嘿，完全无臭味。嘿啊。哦，这就是大海的滋味啊！海味啦，啊是讲这是台港内海嘛。啊，唔知影讲你伫过去吼，你爸，你因为你讲恁阿公开始，就恁阿公开始就伫遮饲蚵啊。啊，敢有这口味啊，敢有啥物故事啊？伫较早这个所在，因为咱即摆十文溪边啊，拢有梯房，拢已经做好啊。嘿，啊伫较早，因为咱十文溪叫做梯尾转嘛。嘿，伊伫咱迄个梯房还未起好进前啊，只要大雨来，伊就开始乌白色，就是唔知伊要走安倒一边去，嘿安尼。啊伫这100年来，咱较家即个梯房起好，嘿啊，有阵阵稳定落来，然后咱渔民嘛，拢当直接像农民嘛，当直接种一寡葱啊、蒜啊，还是讲渔民当直接饲鱼啊，拢会使。哦，了解。梯房起来了，伊就袂过乌白色啊。哦。啊，较早毋是讲有一种传说，就是讲耕厝走溪流。嘿，对。对，讲较早会甲厝咧耕起来。系啊，因为讲为着要走这个溪流啊，因为溪流当时要来，还是要走咱这边去，咱拢唔知影。所以讲较早的厝拢起了较简单，啊，若是溪流来的时阵，就会当赶紧耕咧走。哦，而且有影是咱祖先的一寡智慧呢。听这个故事哦，我拢感觉会当足迷人的。系啊，因为在地故事啦。是啊，有影是安尼。就你来感谢恁囡仔，后来帮我做工课，啊，有一个礼物要来送。安尼哦。嘿，这是咱这边迄个龙里门新宝庙的这个平安符。哦，平安符。嘿，咱叫平安。嘿，啊，你才会记去，嘿，若去甲土城龙里门遐个时，咱就去庙里甲过一下路的。嘿，啊，就保庇，嘿，啊，保庇恁平安，就是保庇恁这家节目拢会当顺利。好啊，多谢。好啦，感谢啦，保庇这头家蚵仔，逐年拢会当安尼肥肥丰收，哦，啊，当大趁钱安尼，啊，拢好价。较早嘛有听过这个专门溪青梅蛇的故事，原来就是因为有这自然环境的关系，咱人才会去想办法来去改变咱的生活的所在，改变咱生活的方式，咱做伙加环境，还是讲做伙加自然来做伙来生活，安尼。